台南市長黃偉綽、副市長江林峰前往宜灣政治節服務處頒發紅包，因為服務處主任謝鴻斌連續7檔得到調解之優獎、行政院長獎。不僅是他個人的光榮，也不僅是政治節服務處的光榮，也是我們台南的光榮。因為一個人在8年來可以說協調調解成功這麼多案件，解決這麼多民怨，而且讓民眾都得到滿意的答覆，這是非常不簡單。宜灣服務處一檔的協同調解案件大概就有600多件，去年調解成立的149件，也閣無包括已經進入法院的案件。謝鴻斌將事調解工課已經23檔，有上強公道白之稱，減少民眾打官司，對着整個社會和諧有相當大的幫助。其實所有的調解案件呢，不是3言2語就可以來完成的圓滿的，那也不是每一次調解的圓滿呢，其實大家心裡真的是得到滿意的。那但是呢，我們主任都很願意用他的愛心、耐心還有專業來協助雙方，希望可以達到共識。那光這一點呢，我們就覺得社會大眾值得來肯定他。必須要有經驗來累積啊，真的很勞心勞力啦。要完成的話，我會善盡說做一個主任的責任，為民服務，這是義不容辭啊。隨着時代變遷，市民對自身權益愈來愈重視，調解工課也面臨更多元、更複雜的挑戰。謝鴻斌表示，調解不只是協助雙方解決紛爭，更重要的是佇咧打官司進前，給一個理性溝通、體諒的機會。希望未來會當有較儕少年人投入調解工課，讓這份守護社會和諧的力量持續傳傳落去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